续来关心这个战争，俄罗斯入侵到乌克兰、欧美国家联手对俄罗斯做出着金融的制裁，结果俄罗斯的汇市是大落，卢布嘛落降到历史的新低点，民众是烧钱领钱，美国国继续出手来制裁，禁止因的民众甲俄罗斯的中央银行有任何的交易。另外，这个中立国瑞士嘛放弃中立，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乌克兰的战事伫24爆发了后，虽然北约决定无要将乌克兰的领空划为禁航区，因为讲相关北约甲俄罗斯的军事对立。不过欧美经济金融制裁已经互普丁真艰苦。俄罗斯的央行先限制提款的金额，再来限制股汇市的交易。伊也毋过金融市场上惊就是无流通性，结果使这个俄罗斯的卢布伫昨境外市场败将近30%。伫境内市场创下109卢布换1美金的历史新低纪录。网络伫传讲俄罗斯银行 ATM 补钞了后40分钟内就无现金啊！这俄罗斯人惊甲赶紧去领，要将这现金，尤其是外国钱，拢甲领出来。为了因应这款大家烧钱领钱的情形，俄罗斯央行一个手就将基准利率为9.5%调到20%，并且要求出口商一定要将外国钱摕出来，以稳定卢布的汇价。结果卢布就回稳，对美金的汇率为109块的卢布回升到104块。They are certainly effective in weakening Russia's economy, weakening its financial fortress defensive measures. Whether they will serve to alter President Putin's strategy towards Ukraine remains another question. But clearly, these are very significant sanctions that will cut Russia off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瑞士嘛，决定放弃中立，加入制裁，加上美国进一步禁止民众参与任何开设到甲俄罗斯央行的交易。将俄罗斯主权基金列入制裁，防止俄罗斯的央行将这资产刷去别个所在。估计金融制裁的力头会愈来愈大。欧美等个国家就是要用金融的手段打败普丁，同时体育界嘛出手啊。国际脚球总会先宣布禁止俄罗斯举办任何国际脚球比赛。随来，国家欧洲脚球总会联名发表联合声明，将禁止俄罗斯国家队甲球队参与所有的国际比赛，等于是直接将俄罗斯队踢出今年的世界杯。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